在下龙傲一，初次见面，礼数不周的，还望见谅。昭儿此前去了银城，我就知道有你这个人。我当时想，一个小小民女，又生长在青楼瓦舍，能起什么风浪？可那天，昭儿为了你，到我那儿偷了根新罗子参，此参千年难遇，我一定要好好会会。原来我能好这么快，是因为有神药相助。娘娘，有什么不对，您别怪在昭王头上。那个什么药，既然是我吃的，那就算是我借的，以后挣钱还你便是。哼，我也算阅人无数，什么妖艳的、狐媚的，哪一种不被我一眼识破？可你这么一个相貌不出众、出身低贱、缺乏教养的女子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说话没必要这么难听吧？你个贱女，胆敢言语冲撞娘娘！先打30仗，让他学一学什么叫做礼数。放开他！母妃，有话好好说。一个贱民竟敢对我傲慢无礼，理当杖毙。母妃，龙姑娘她不懂礼数，我替她向您赔罪，一切责罚我都替她承担。只是眼下龙姑娘身上还有伤，儿子先送她回去休息，咱们有话一会儿再说。走。昭儿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们母子先聊吧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哼，狐媚性子露出来了，看到我家昭儿就开始示弱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套路早被用烂了。母妃，龙姑娘她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只是在照顾她。照顾？你虽然偶尔放浪，可是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循规蹈矩。但你为了这个野丫头，却到我这儿偷东西，你一向不会对我隐瞒什么。可现在，你却把它藏在这儿，你这是今天是我们青龙号在长安开业的大好日子，有请我们的龙帮主亲自接匾。3、2、1。漂亮！哎，一会儿要不要去放松一下？我看你是想去赌房的吧？哎呀，我在王府住了这么久，都快憋死了。好好，一会儿就去。谢谢乡亲父老过来捧场啊！有礼物送给大家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龙姑娘，龙姑娘，小月，龙姑娘，小青，真的是你吗？我说呢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？原来是你们开业呀！你怎么也在长安啊？你们都走了以后呀，有一个胡人舞团路过银城，我想反正凤姐也不，我就跟着舞团一路离开了银城，然后到了长安了。在这儿比银城赚得多吧？多了。比如说今天吧，就有一个朝廷的大官在府中设宴，我们整个舞团都要过去助兴呢。听说是京城的贵族和宫内的权贵都要参加呢。哦，那倒是可以去查查锦鲤图呀。哎，里面请。